头一摆监票，莫紧张，流程重点讲互你知。下晡4点投票投煞了后，投票所会转做开票所。这个时阵，门甲窗仔拢袂使关咧，爱互民众看有规个过程。开票进前，专务人员爱宣布本投票所拢总有几张选票，有领的是几张，无领的是几张。无领的票数爱写伫开票报告表顶悬，才会使开始开票。过来开票的流程，请注意。第一，检票员一定爱为票筒内底一张一张摕出来，互开票员，袂使规塔直接摕互伊，一定爱一张一张摕。第二，抢票了后一定爱献票，互大家看。若是无献票，请你随提出要求。第三，爱确定计票员有对咧画一解，而且有写伫对的所在。第四，工作人员爱徛伫票筒边仔，袂使甲票筒炸咧。第五，开票进前，票筒爱互民众看过，才会当甲封条贴起来。开票开煞吼，嘛爱互大家看票筒内底已经空空啊。开票完成了后，数学课时间到，同意票无同意票。废票加起来爱是实际有领的票数，有领的票数甲无领的票数加起来爱甲应该投票的票数同款，反正数字爱正确就对啊啦。开票过程会当专程录影、直播，也是要翕相，拢无问题。手机摕咧吼是咧制造压力，有时阵嘛无一定爱完全录啦吼，就是要互人唔敢乌白来。若有代志举手才讲，真正有必要才大声提出疑问，若无就点点监票就好，唔通甲人冤家哦。过来最重要是有效票甲无效票的判断，直接看图较清楚。有效票的标准是看会出来伊唯一要选的对象是倒一个，转几摆无限制，拢有准算。无效票的标准是就讲完全无转票，无法度判断伊唯一要选的对象，也是讲无使用指定的印仔来转票，也就是讲用家己的手印甲私人的印仔拢是袂使的。若是伫选票顶悬有明显雕工留落来的记号，也是讲有太过去，看无你要转互啥物人，这拢算无效票。若是讲选务人员甲有效判做无效，也是讲颠倒柄，请你就爱提出疑问挑战，请大家爱冷静讨论，争取公平的处理方式。若无就是爱会记录影，所以手机有电足重要的。若是你有行动电源，一定爱扎伫身躯顶哦。这是历史上重要一步，嘛是民主社会的公民课，大家拢爱有基本的了解。请大家若是有闲，做伙出来斗监票，投票拢真重要，守护民主，台湾加油！